你鼓励约书亚，一定你甲看，你内底甲真足看哦。伊伫甲约书亚讲，你著爱勇敢，你著毋好惊。如果约书亚若袂惊，上帝袂讲你毋好惊，你著爱好胆，吼，对无？所以代表约书亚，你上帝带领当中会惊吓，当然咱今仔日嘛是会。所以就因此安尼，咱要哪来思想讲主啊，我确实，敢若保罗所讲的，面对人生的道路，我确实有我软正的时阵，我有惊吓的时阵。保罗讲，有啥物人软弱，我无软弱。所以我相信上帝会当体谅咱每一个人，无论面对环境，还是面对咱的身体渐渐的衰弱，等等，我想咱拢是活咧即个。你即个恶者，恶者一直甲咱恐吓也好，即个恶者甲咱吓惊也好，咱目睭看起时，咱总是会惊吓，因为咱大部分的人拢是共款，咱大部分人拢是用目睭咧看来咧过生活，这是咱现象事实的代志。咱袂去讲表面讲我毋是目睭客家过生活，其实毋是，咱每一个人就是目睭你紧紧看咱世上的每一样代志。但是你所看到，一般来讲，拢是大部分互咱会惊，这是事实啊。但是，咱若照世间人的生活来讲的时阵，其实咱就是甲世间人就无差别咯。因为咱确实是分别出来上帝的子民，咱是属天的，咱毋是属地。所以，咱常常咧活咧世间的当中，若照世间的人咧看，咱一定是真惊吓，因为世间是安尼。但是因为咱是属上帝，上帝常常甲咱讲话，就是讲，咱活伫的时阵，毋是按照咱目睭所看来行，咱爱凭就是咱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其实有人讲我信心，我会自信吗？一般有世间的人讲我足有信心的，这是家己的自信。但是基督徒来讲，咱属主的人来讲，咱的信心毋是建立伫讲咱家己有外口。咱建立咧上帝会互咱的信心，所以上帝甲咱讲，咱生活当中，咱爱有对伊来的信心。咱若愿意信靠伊，咱才会得到伊的赏赐。所以咱是爱用这个信心来行这条道路，咱行这条道路。所以今仔日你读到这段经文，你真注意看，就是讲当初摩西按照上帝的旨意，带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伊带伊要去进入迦南地。你若即个旧约你有读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对迦南地有了解，伊若有了解，伊就免去，你去看迄个约书亚去拍赢的时阵，去讲你地拢爱去看觅啊。所以讲，咱其实无啥了解，讲上帝互咱即个地是无毋对即个地，但是伊外阔外远，其实无一定较清楚。咱是有一个概念无毋对。但是无遐尼清楚，无遐清楚。咱相信，譬如讲，主耶稣嘛甲咱应允讲啥物？讲要咱得到性命，得到更较丰盛，而且即句话足水。但是咱得到性命，得到丰盛，到底即个丰盛是性命？对咱来讲，到底是啥物？咱敢完全知影？咱敢若知影，但是佫敢若无啥知。这就是上帝带咱去行的时阵。伊常常甲咱讲咱就爱用倚靠伊的信心来行头前的道路。伊要咱得到性命，得到个丰盛时，听起来真好。毋过实际上内底的内容，咱爱家己去甲上帝来互相来对伊的时候，咱才法度了解。无你若其实讲你无啥了解，你讲当初即个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嘛是共款啊，叫伊就去啊嘛。你行伊嘛是想讲着啦去到半中途，伊就住咧哈兰，就住咧遐。尾啊，上帝佫甲呼召，伊才佫出来。咱拢共款。咱咧行即条上帝的路的时阵吼，咱有当行会停咧啦。但是上帝听就是伫遮，伊知影咱的软弱，有当佫甲咱讲继续行，毋好放弃，因为我决定要赐互恁，要赐互每一个人生命佫较丰盛的时阵。所以每一年，我相信上帝拢要赐互咱在位。每一个人，伫你今年2025年内底，上帝一定有真水的福气要赏赐互咱。只是这个福气是啥，咱无一定完全了解。
但是咱爱凭着信心讲，主啊，我相信你既然讲，互我得到性命，要互我丰盛的时阵，你2025年，我要知影你要互我的丰盛是啥物物件？要互我的丰盛是啥物物件？安尼咱才有目标嘛。咱才知影讲，咱一步一步要来行。咱虽然讲，我靠主得胜，是要得胜啥物？咱环境安尼，咱免惊，咱去到内底，咱不但免惊，咱顶多会当得到上帝要互咱的福气的时阵，咱才有这个勇敢的气力，一步一步行。总是你遮讲的时阵，咱坦白讲，咱所以讲，咱常常讲，咱要倚靠上帝，咱有这个气力，咱会当得胜。到底要安怎做？今仔牧师借着这段经文要甲大家分享，因为这段经文，这个约书亚迄当要入去约旦河迄边，代表讲伊土地拢还未得到，土地还未得到，土地还未得到。所以主耶稣上帝叫伊落来起来。为什么起来？因为伊经过40年咯。这40年当中，本来因应该早落来入去，但是因为这个当中，你嘛有发觉一样代志。上帝若要带因去，就直接带伊去倒啊。结果上帝叫摩西讲，你爱派这个探子去探。你带伊去倒啊？为啥你爱叫伊看？这嘛是上帝互人的考验。上帝互你去看，你看了后，你会惊，伊确实会惊。所以伊倒来先报告。敢若约书亚甲加勒讲，这个上帝来，咱爱去甲得啦。但是大部分转来人讲，这目睭看着哪有可能？人遐悬大，遐尼勇，对毋对？人阁有战车，咱去咧，咱是啥物款的人？咱对埃及出来，咱较早是做奴仆的人咧。你即个当中，咱捌啥？咱敢若会当去做奴仆去做，咱就毋捌去烧战过，要哪会赢？无可能。所以咱若生活当中若凭着咱所看的，大部分咱拢会惊呀，咱会软弱。但是咱若是抓着上帝要互咱应允的话，这就无共。所以这时阵摩西已经离开了。摩西离开，上帝差遣约书亚起来讲：你爱起来，不但你爱起来，爱带大家总爱起来，大家拢爱起来。为什么？上帝是要赐福每一个人，毋是干那要赐福牧师，还是赐福长老，还是赐福？毋是上帝要互每一个伊的子民，拢会当做伙来领受到这个福气。所以这个福气是要每一个人的，只是咱要哪会当得到，咱爱来思想，咱爱求主帮助咱讲，照着这段经文，上帝要甲咱讲啥？上帝叫约书亚起来，行过亚当河，带大家过。因为迄个所在是我早应允予恁的，迄个所在是我较早对恁祖先也好，也是顶一辈也好，拢已经甲你讲，即个迦南地是要赐福予恁的。其实迄当要过约旦河进前的头前，摩西时阵伊已经见到一部分咯。一直两个半的支派，一个马拉西的东边，佮刷落一个老边，佮一个加德。因已经伫东边的人的支派，伊讲一般人若得着讲我留伫遐就好啊。但是摩西伊当时就讲，你毋好干那想你得着啊，你若得着干那看到你家己吼，结果你可能啊得着的尾也无去。所以迄当阵摩西讲了后，约书亚佫甲伊讲，咱嘛是拢爱过去，袂使干那顾你家己，袂使顾你家己。你若干那顾你家己，你反倒转来会留下更较侪，因为你所留下会造成，你是要享受也好，也要安逸也好，你会造成你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咱尾仔拢了解，咱看约书亚你甲迄个地讲落来了，有真侪代志，上帝佫叫因继续甲处理的时阵，因无要处理，结果就尾仔就进入四世纪的时阵，佫较乱，已经佫世界佫已经周围迦南地的风俗佫加入去。所以兄弟姊妹，咱咧行这条路的时阵，确实讲，咱每一年每一摆，咱拢爱明白上帝每一日一定要赐福咱。只是讲，这个福气伫倒，咱要安怎来领受？要怎一步一步来领受？咱哪有顺着一骹步一骹步来行？咱自然会当去了解上帝要安怎赐福咱。咱若无，敢若用一个思想的，敢若一个讲我都上帝安尼讲，但是我毋知影要安怎做。所以上帝甲咱讲，若无上帝话的启示，若无上帝话的启示，百事就乱草草咯。
若无义上，民就乱咯。所以咱每一个希望兄弟姊妹，咱拢爱了解上帝的心意真清楚，要赐予咱每一年你伊的内面有即个福气。只是即个福气是啥物？我相信即个福气就是真简单，就是要互咱每一个人拢无共。但是咱咧主的内面，咱会当愈来愈有耶稣的性情，愈来愈有耶稣的模样。当然，咱毋是一工就做甲到，但是这就是上帝应允互咱的。毋是干那是今仔日即个现在咱伫世界的当中，连讲咱若离开世上，你荣耀的未来，上帝嘛讲将来迄个荣耀，无论是荣耀，而且即个产业，佮咱人即个身躯歹变去，会佮着即个荣耀的身躯转来。因为主要说对死个活界时，迄当就互你看会着嘛，伊就家己证明互你看。所以咱今仔日咱知咱有愿望。兄弟姊妹，你若愿望若无实现，无法度实现，即个愿望是空望无效，迄是空笑望，迄是无效的。所以咱第一点要把握，就是讲上帝互咱的应允是一定会当实现的。咱即个愿望，咱才有勇敢行起来，无咱行袂起来。所以咱第一项，咱对上帝话，咱要有信心。对上帝甲咱讲的话，咱要抓会牢。所以咱来你看即段经文嘛是共款。当即时阵，上帝鼓励约书亚，讲我即摆甲你讲，迄个地是对较早我著甲你的祖先摩西迄人拢交代要互你的。虽然你个当中有恩赐有啥物，但是上帝话袂去拍，无一句话会去拍插落去，一定会实现。即摆问题是，你有要相信我所讲的话，拢会实现吗？这嘛是咱今仔日爱问家己的代志。上帝有要说的，我的福，我有把握啊无？其实把握毋是咱，把握是即个你所要相信的即个上帝，伊是啥物款的一位上帝。如果咱若知影伊一个是守约的，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伊安怎讲，就安怎实行的时阵，咱爱有信心。除非伊讲的是无信用。主耶稣嘛捌甲咱讲。嘛是旧约的上帝捌甲咱讲，人的当中就爱有信仰啊，敢毋是安尼？人的当中是哪有信仰？对啊。但是真可惜，人常常无信仰。所以圣经里讲，人纵然没有信仰，人虽然当中有常常无信仰，但是伊上帝袂该违背家己。伊是神，伊袂使违背家己。所以伊安怎讲，就是一定安怎实现。这是咱第一项咱把握的代志。咱若无即个把握，咱对上帝的话，咱无法度讲。伊讲安尼，敢一定会？咱会迷惘，咱会迷信嘛，因为咱无法度相信。但是咱若相信讲，伊安怎讲，就安怎实现的时阵，咱才有法度一步一步，咱的愿望袂去拍空。而且咱若伫面对困难的当中，因为有即个愿望，咱才会勇敢一步一步踏起。所以保罗嘛捌讲啊，咱面对即个环境虽然无一定拢介好势，但是咱徛伫上帝恩典的当中，有即个愿望一定让实现的当中，咱就欢欢喜喜来过日子。所以今年无管什么代志发生，你爱相信上帝要赐福咱，上帝要带咱行头前的路。虽然你即摆看到有真侪可能身体也好，有可能经济也好，有可能环境也好，你可能面对有当时啊拢会惊吓，真正常。因为约书亚嘛是共款，上帝你带每一个人拢爱面对咱环境的攻击，因为主要说还未来进行，即个的环境就是邪恶的环境，就是歹的环境。上帝要照着即个歹的环境，互咱去了解咱所倚靠的上帝。是我有活大的权能，咱所要相信的上帝对咱是偌尔好，咱会当实实在在去经验，这是真好的一项代志。所以，虽面对困难的当中，大兵嘛捌讲过，虽然我面对困难，咱台湾人会讲食苦敢若食补，食苦乃敢食补。其实这就是咱生活的经验。圣经安怎讲？大兵安怎讲？咱因为面对这个痛苦的当中。困难的当中，咱甲搁较明白上帝的话语，会当驾驶咱行这条道，这个正确的道路，互咱会当搁较体会上帝的疼。虽然这无简单，但是这是真水的一项代志，真有福气的一项代志。所以咱今仔看到经文嘛共款，迄个时阵，约书亚确实要带遮侪人，要入迄个所在，要征战，敢会赢？敢会赢？
所以你该想，为什么上帝甲约书亚开始就讲，你就要起来，带大家起来，咱就要勇敢面对咱的现象，免惊。因为上帝讲，因为我已经应允予你，这个土地是我较早就应允予你，我一定的事情要交在你的手头，一定要交代。这是上帝话先甲约书亚讲这个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圣经的这个吼，就是你这个代志，咱知影这个加勒嘛吼。来，不是这样，加勒咧40几年前有啊无？迄当阵伊就讲去探子的时阵，敢若伊甲约书亚转来，上帝讲这个是全心依靠我的。迄当阵嘛还未得到呢。但是你若看这个约书记的时阵，你就发觉讲，迄当要去调这个西伯伦这个所在，伊讲虽然迄个所在的人真权大，对无？真勇啊，但是讲不要紧，交互我。但是迄当吼已经淡薄仔年老，对毋对？伊讲虽然年老，但是我的日子安怎，我力量安怎？我记嘛捌甲兄弟姊妹分享过，咱人一般的人是靠着我力量安怎，我才会当过什么日子。但是你上帝国内面，伊甲咱讲是咱的日子安怎，咱的力量安怎？这个日子毋是咱的日子，是咱甲上帝的日子。是上帝安怎应允了我，互我会当活到今仔日。其实有真侪人，若世间你讲，咱若年岁愈大，世间的人讲啊，你的年岁愈大，你就愈无路用啊。所以你若拄着一寡人，你若看年岁较大时，讲哦，你看起真少年，哦，大家拢足欢喜的。无你甲讲，哇，你看足老的，伊就安尼面就黏的。这是世间人咧看，但是圣经甲咱讲毋是安尼呢。圣经甲咱讲吼，无毋对，少年的有气力，少年的有气力。你即个箴言20章啊，29节，伊讲少年的有气力是上帝予伊的荣耀，无毋对。但是白头鬃的咧，白头鬃的是上帝予咱的眼光。所以咱毋好看咱家己老的问题。咱爱对上帝话来看咱才有法度一日搁较一日活出迄个上帝的旨意的美好伫咱的当中。所以咱毋好对世界的人来看咱爱掠了上帝予咱的应允。上帝予咱的应允，上帝安怎甲咱讲？伊讲吼，即个年岁大的吼有智慧，即个岁数悬的吼有见识。迄写哩约伯记啊，迄个约伯记12章12节。所以兄弟姊妹，咱常常叫世间骗去，可能是讲啊，我即摆就安尼，我无效。毋是咱人活着，毋是靠咱家己，咱活着是上帝话。甲咱讲，咱每一日，咱要照上帝话来行顺，咱就去经验上帝的福气、上帝的恩典。上帝甲咱带讲，咱每一个人，少年的也好，老的也好，无管你年岁偌济，拢有伊的价值伫伊当中。所以有阵时咱感觉讲啊，我都年岁济，而且就咧等退休。你上帝国内底，敢若你对我讲，我对你讲，你当兵，你讲我已经得到这，我就来遮享受就好啊。你会失去更较济，因为世界即个魔鬼看你若安尼，雄雄就甲你拆食了吧。但是咱若伫上帝国内底，咱是顶神伊过来子，咱是上帝讲上帝要咱的祝福内底，咱去行即条路线，咱就去讲上帝啊，今年你到底要咱来带我行头一个路？咱是向迄边看，咱毋是后头去看，咱是向头前行，咱向头前看。所以无论咱年岁偌济，当然对世界的人来讲，咱的年岁愈济，敢若咱年岁愈济，敢若愈老，敢若做无落。其实兄弟姊妹毋好看毋着。咱常常叫世间的人骗，你要对上帝的眼光看咱的时讲，上帝讲咱愈侪岁愈有经验，咱愈侪岁愈有智慧，而且咱愈侪岁会当把咱的智慧经验来分享给咱的子孙啊。这是上帝要互咱诚做咱子孙啊，咱周围人的祝福。但是咱常常叫世间啊，咱就已经无气力咯。其实你要了解，气力毋是同重要。你的智慧比气力较重要，所以咱人年岁淡薄仔愈来愈侪时阵，咱爱知影咱的智慧比一切力量更较强。我请问大家，写圣经的这本书，年岁是少年咧写，还是年老咧写？大部分拢是年老的人咧写，少年的真少。
少年的真少。我阁问啦，而且咱目前的当中，咱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科学家诺贝尔奖的这得奖的拢少年的吗？你去甲查看卖啊，得奖的拢啥物人？有一定年岁的人啊，阿妹吗？所以经验真重要。少年袂歹，但是咱毋好看见咱年岁大是上帝要互咱去祝福。同时，咱着祝福咱来了解上帝伫咱每一天当中，伊要哪甲咱引带，每一日甲咱引带，咱会当勇敢向前行。咱会当向前行，甲咱家己共款。伊讲我已经年岁着大，但是伊无管如何，伊讲日子安怎我开力安怎，结果伊去烧一个时阵，伊嘛是去讲伊有一项代志啦，伊去问我，上来当替我去拍即个死无人来，迄无人来，我的查某囝安怎嫁互伊？是伊去拍，还是少年去拍？当然是尾仔因囝婿去拍啊，伊嘛是参与啊，对毋对？但是伊大头啊，伊带头啊。少年有气力去做，但是伊的智慧带领，迄个勇气，即个鼓励大家。结果伊拍赢转来的时阵，伊的囝婿甲因查某囝讲：哇，咱即摆拍赢，甲即个老爸讨一块地。因查某囝怪巧，因囝讲：无，我甲咱土地袂得做，连咧水泉拢做阵来安尼，迄个怪巧的，对无？因为你有土地，爱有水泉嘛。所以甲咱讲啥？咱若照上帝话去做，咱不就是得到恩典，会是恩上加恩啦。其实这是上帝要甲咱鼓励的代志。所以咱第一项，咱爱了解，咱要靠着上帝会当得着，咱一生爱抓着上帝的话啦。咱爱抓着上帝互咱的应允啦。因为你世间的应允拢会过去，敢若上帝的应允永远袂变。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这是咱所要倚靠相信的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抓牢上帝的话，上帝话写伫圣经啊。我听讲是我无去查，但是我有听讲，上帝互咱每一人365天一年，你若去内底找，有360个应允要互你，你一天用一个就好啊。你用一天用一个就好啊。所以咱第一项要了解，咱讲我要靠主来得胜的时阵，咱若无要听上帝的话，咱若无要去抓上帝的话语的应允，咱根本就是乌白撞。所以第一项，咱爱先抓了，即个上帝互咱的应允，咱来坚持伊的内底，像家里安尼，全伊讲主啊，除了你以外，我就是无要对别的，除了你以外，我无要对别的。所以第一点是上帝的话做咱的基础。但是你有上帝的话，有当你袂清楚，敢毋是安尼？你有当咧读圣经，你讲主啊，你这敢若意思敢若每一个人想的拢无共，因为每一个人的反应嘛无，这种同意啊。为了讲我著读圣经读袂好势，读袂清楚，我嘛相信啦。牧师嘛会咧，王牧师可能袂我会爱讲我家己。总是我读主啊，这项代志你安尼讲是，这项到底要是安怎，对毋对？你甲看约书亚真趣味啊！即个上帝甲讲你无论去到倒吼，我要甲你同在。上帝讲叫你去拍的时阵，毋是你走头前哦。上帝讲我要甲你同在。你会记得圣经的信条嘛？牧师嘛常常讲，牧师迄当讲即个耶稣讲，我车拣门徒你去，有啊无？羊仔入去到狼群的内底呢，哇，稳死，包死。你若看到家己稳死，但是最重要是。主耶稣讲：我要甲你同在，我会带你去，我是你的牧羊人，我会甲你照顾。但是咱常常看无到上帝，咱干那看到咱家己。其实约书亚嘛共款呢，上帝已经讲你去，我袂甲你放杀啦，我会甲你牵条条，我会甲你对我行。请问约书亚敢听有啊听无？其实敢若知影呢，但是佫无一定知呢。为什么？因为你去看伊第一摆要去攻击即个亚利高城就好啊。坦白讲，你进前未攻击进前，你指责你的国家的时阵上帝已经做一项代志足奇怪。你过河了，叫因先做挂咧，迄偌危险呢！你敌人的面头前，你叫挂咧，当初旧约时事件迄个代志有无？迄个雅各因后死共骗，甲迄个世界的人骗讲，你要带阮妹妹后，你都爱挂咧，煞咧，你就艰苦就去到太了。上帝带约书亚过即个河了，一开始就讲，你来挂咧，要听啊袂？拢听，真正听。但是迄是真危险的代志，大家顺服，感谢主。但是无偌久煞落要去攻击即个亚利哥城的时阵，约书亚马上做一项代志，伊要去探访，要去考察，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啊。
你要讲这个亚历高城的时阵，我来去看讲这个工程是免哪讲免哪创，这真正常啊，这人的智慧真正常啊。但是你有注意哦，你约书亚第5章的时阵，伊去观察的时阵，伫迄个山顶甲看，结果忽然出现一个人呢。迄个人约书亚讲：哎呦，那，你看不知不觉当中，那一个人走出来，哎呦，你会惊着无？伊讲，迄个人若徛你遐阁好啦，你也无一定讲我即个人要创。结果迄个人讲，伊倒甲压出来。你去探访的人，你去遐看的人，讲一个人压倒徛你徛头前，你哎呦，这个是啥物意思？伊所以讲，伊就咧讲什么？你是来帮助我的，还是帮助对方的？迄个讲，你毋好想着，我是耶和华的元帅。哇！约书亚一听就讲开拍的，讲哦对，我来对你，这就是敏感嘛，敏感，这就是敏感，对上帝话敏感。咱人一定会家己有想法，这无问题，无问题。但是咱若有迄个敏感上帝话，甲咱讲的是，咱会当是徛咧上帝的这边，还是继续要徛咧家己的这个地位？你知影你倒举出来什么意思？迄是要审判。因为亚历哥已经到啥物时阵啊？到要审判的时阵啊啦！上帝倒若举出来要审判啦。意思你若无徛伫上帝国的内底，就审判就是去了啦，去了。但是可能咱咧头咱无着，就是讲倒举出来，对面就是亚历哥。结果上帝甲即个约书亚显明了，刷了上帝甲约书亚免哪讲即个啥。你听到即个城安怎讲？你若去读，你嘛知。一天城洗一届对无？逐个袂使讲话。这是举到足安静，安尼一年。你若因嘛知影吼，因咧迄个当初迄个墙门、迄个城门拢关咧。你顶悬你，即群人是咧创啊！一天洗一遍，一安静遐洗一遍。这人是咧创啊！伊毋是要来甲阮争吗？是安尼点洗，一天洗一年，到第7天吼洗7年。你捌问过无？那一天洗一年，第7天洗7年，为什么一定要第7天？对咱信仰的人，咱较了解啦。第7天吼，就是一个复兴的开始，一个改变。最后说你第7日必须个话，迄个意思讲，即个审判了，有对4个人，内底敢若一个人得救，啥人？拿好，敢若拿好。迄7天的当中，迄一天的当中，上帝咧听下人讲，有人愿意悔改无啦？敢若拿好当初接待即个探子去的时阵，伊相信上帝所讲的，结果伊甲因规家遐拢得救啦。上帝照着伊，照着即个约啥，即个若愿意的人，拢当得救。今仔咱嘛是共款啦。所以世间的人有可能无了解，讲哪有可能即个代志？这就是信心的问题。你有相信上帝安怎讲，伊安怎成就。刷了上帝要带咱安怎行。但是咱咧行的当中，咱有可能忘家己的智慧，这是真自然的现象，这真自然。但是咱有敏感讲，咱的智慧也好，上帝要引带咱行的路也好，咱有当时上帝会甲咱提醒的时候，咱要回转了无？咱要回转了无？所以你看，因愿意顺服，愿意照上帝的话去行时，伊第7年发声出来的时阵就地动啊嘛，迄规个城都放去啊嘛，无用甲一兵一卒。所以咱讲咱得胜，毋是靠咱外有气力啦，毋是靠你外熬，是靠着上帝的圣神会当成就万事。所以咱要有对上帝话的信心，咱愿意由上帝来引带，这是咱咧学习的所在。但是咱冇经过这个上帝甲咱引带，咱冇得胜的机会过，咱有这个经验过，嘛是真正常，足欢喜。你甲看到刷落就是出代志啊嘛，出啥物代志？爱城就出来啊！伊第2样要讲第2个城是爱城，迄个爱城嘛，爱城。爱城发生啥物代志？爱城有影失败，伊即个小小城尔呢，迄个较大的就甲拍落来，是安怎？即个第2个城失败。你若去甲看，原来因无咧祈求上帝的意思，因感觉讲我靠上帝嘛，对无？我上帝我赢继续落去就对啊。这真趣味，咱人嘛是共款。咱咧得胜了，咱足欢喜，大家就定定就，意思讲咱就慢慢就安尼就 OK 啊。你台湾捌拄着一个牧师啊，
伊会晓赶鬼啦吼，有人相信无了，但是我知影，伊会去赶鬼啦吼。啊，伊有分了，伊有见证讲吼，当初上帝号召伊踮咧后要去共赶鬼的代志时候，伊足惊的，因为迄鬼腔伊嘛是会惊的吼。啊，伊就足认真咧祈祷，伊就足虔诚的咧上帝说主啊，啊你即摆即个代志交我，啊我要去做，啊我毋捌做咧，我会惊嘛吼。啊你求你帮助我，啊足认真祈祷，足认真祈祷，哦，祈祷了讲哦，安尼主你甲我同在去。假实讲，甲迄个人吼，敢若叫迄鬼，迄个鬼个就甲赶走。啊，伊经验愈来愈侪，哦，我就偌欢喜咧，伊个见证讲，哦，啊，愈来愈侪就愈感觉讲，哦，感谢主吼，啊，伊嘛介出名。哦，你若有即个，伊就，结果有一届伊家己做见证讲吼，伊有一届伊就讲我这是真简单啊，啊，就特别我就去做，就上帝就甲我做阵的，就甲赶走啊，啊，就 OK 啊，吼，啊，结果去，伊即届就搁去啊，伊去阮见证安来讲吼。即届去吼，伊无咧赶鬼啊，是鬼甲赶，行到要死，一直走，伊家己做见证。所以咱嘛是共款，咱对上帝咧行路，咱有当上帝互咱互咱成功，互咱丰盛时，咱就足欢喜。但是咱欢喜定定会记袂记讲，咱爱是爱谦卑，咱爱是共款爱了解上帝的路线，是毋是每一届拢共款无一定？你去看讲爱神的时阵，因的方式失败，而且是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干嘛，对无？亚干就讲，啊，这我著正经赢，啊，这著无啥物货，我著甲摕落啊。这正常啊，对人一般来讲嘛。但是上帝就交代讲，你一项都袂使摕，这每一项拢是属于上帝物件，你袂使摕。但是人会讲，哎哟，袂晓紧啊。结果摕了引起啥物？规个以色列人，这个爱神失败，失败了会晓紧无？当然人会艰苦啊。开始即时阵。上帝啊，你即摆互我失败，啊，即摆落去，大家就看我讲奇怪，你是头前成功，你可能好运尔啦。即声说了，原来你上帝你带你嘛会失败，所以对因来讲会惊搁较惊呢。所有人要说嘛讲，我若失败了，大家看到我，意思讲恁就无一定有上帝伫个啊。迄人来我来，我这我要哪带？结果伊就去检讨嘛，去思想嘛。所以咱人常常咧讲一句话啦，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对无？捌听吼？失败为成功之母啊，吼！但是我讲歹势，毋是，失败为成功的阿嬷，毋是阿母。咱阿嬷，毋是阿母，是阿嬷呢，毋是阿母呢。搁较悬一级，为虾米？因为咱失败了爱去检讨啦。当中一定爱检讨，毋是讲我失败了，我继续一直舞。咱来检讨都要失败，咱都要有问题。咱来检讨讲，这当中啊，要来追求上帝意思啥物款？所以咱有一个检讨，咱毋是讲失败啊，无才继续做，毋是咱有检讨。所以因有悔改有检讨，所以第二届要去讲爱神的时阵，上帝搁甲讲，你要安怎讲啊？你要安怎去拍赢这个城？你若去看这个讲爱神的代志，所以上帝要甲咱讲，咱袂使挖靠咱每一届经验啦。咱人真惯势，我著过去就安尼，我著继续做安尼啊。啊，若一个改变有当时安尼，袂惯势，我著惯势安尼啊。上帝常常要甲咱带出去啥物舒适圈，啊，咱拢哇，上帝莫找我，我安尼好好就好，你找我改变我著艰苦啊。结果咧，因为你的拒绝，可能会引起你的福气无去，你的福气会无去。所以，咱的当中，咱这个过程当中，咱的新的一年当中，咱可能会面对真侪可能对你来讲是真无爽快的代志，无一定好的代志。但是你愿意讲主啊，你按话安怎甲我讲？你要保守我，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溃烂。即摆拄到这主啊，你会当安怎甲我引带？咱若专心挖靠耶和华。你就甲咱指明一条路，感谢呢。所以求主来帮助咱，咱生活当中，咱毋要靠着过去的经验，咱来靠着每一天，也是每一个时阵，咱来甲上帝面前，主啊，请你引带我，请你引带我。所以引带我的时阵，你会拄到一项代志，就是讲，哇，这个代志确实无简单，你要踏出迄个舒适圈，你要踏出迄个舒适圈。所以，刷落部分你就知影嘛。继续甲你讲，你要勇敢嘛，因为上帝互你讲，我一定安尼要来做，你要对来，你一定会当安怎？上帝讲你一定，但对你看你无一定啊。
为什么？你会记得当初即个基甸有300名勇士对吧？当初上帝去甲基甸，你讲基甸迄当日你来看伊是啥物？伊是一个感觉自卑的人，伊是一个无胆的人，伊是秘起来咧拍迄个马仔的人。上帝一个看到甲伊讲，你是大力的勇士。照人你看，伊迄当阵，你讲我哪有可能？我即摆安尼，上帝你道理也甲我讲，伊无啥事。因为伊看到家己啊，讲我即摆即个时阵，你讲我是大力的勇士，我有法度去帮助以色列人，去拯救遐人，你讲笑，你讲笑，我无可能，毋好找我。但是上帝看的毋是即摆的你。上帝看是讲，你若愿意，我带你行，你会当真做大力的勇士，你有相信我甲你讲的无？我也基甸有去做，有啊，一步一步去做啊，一步一步去做啊。伊嘛惊呢，伊暗时去甲因老爸迄个新子弹安尼甲爆破歹咧，我当出来要甲掠咧，哇，即个甲伊爸歹，掠来斩头，掠来斩头。因老爸讲，啊，这新娘来，当你袂家去救啊。所以上帝伫咱当中有当时，咱会惊吓，这是一定。但是上帝讲，咱爱勇敢，免惊，因为上帝讲我要甲你同在。上帝讲，我若要赐予你的，你若愿意，你一定得得到，你一定得得到。所以咱每一日共款，咱有上帝互咱的愿望，互上帝互咱的祝福，咱会来敲吹，咱来敲吹。咱讲主啊，今年你要带我去经验你。伫我生命当中，互我去开阔什么代志，会当了解你伫我生命当中的祝福、的计划。所以咱爱有即个信心，嘛爱有即个思想，嘛应该讲主我要安尼得。你若无，你无法度啦。因为你毋知影要创啥，你逐工嘛是安尼咧过，日子嘛是安尼咧过。你讲真紧的，即摆几月啊？3月吼，2025年呢，目一个年呢，已经过几个月去啊吼。无偌久咧，加在牧师顶礼拜看到你，即礼拜阁看到我，感谢主。所以实在无简单啊！你这个世界生活当中吼，咱咧时间真紧，代志嘛可能真济，你嘛可能真无用，啊你嘛可能倒来会惊呀。但是你要知影，上帝讲伊要甲咱同在，啊你也知影上帝要甲咱同在。上帝因为阮若2、3个做阵一祈祷，伊要甲咱同在。上帝讲，咱若愿意。即奉伊的名去传福音，奉伊的名来分享上帝的话时阵，伊要甲咱同在嘛。咱就去做就好啊。咱若去做，咱就一定拄着。你无要去做，你哪拄会着？你哪会知影伊要甲你同在？因为你的生活的眼光甲上帝要咱的眼光可能无共，所以咱的疏忽就是讲忽视去啦。但是咱上帝咱讲，咱一步一步去做，无一定马上完全了解，无一定。但是咱会一步一步更加了解。但是这每一步要踏起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咱拢会惊，但是咱爱互相彼此鼓励。上帝安怎讲，咱就安怎来行。无论环境如何，无论今年未来如何，咱相信上帝掌管明天，掌管明仔载，掌管未来，咱的日子伫上帝内底。主啊，今年我一定要得到你要互我福气。我一定要得到你伫我生命当中，要互我看到什么你的即个丰富的即个所做的，互我会当看到你遮尔水，甲我做伙，互我无论是什么情形，我感觉这是真福气的一项代志。所以牧师照着这讲，咱定来讲靠主得胜，要咱得胜第一项要安怎做？咱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啦，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即个你看约书亚，你当时你烧阵嘛无一日就随拍赢咧，嘛无一日就拍赢咧，伊嘛。战真久呢，特别是咱上帝讲，咱即个人，咱今生的祝福，就是咱会当愈来荣耀，就是愈来愈亲像主耶稣的时阵，咱就一步一步互上帝来带，咱就一步一步来改变，咱若无对付了的问题，伊会阁反击甲咱食落来，所以当咱会常常行2步退1步，有当咱行3步退3步，拢会安尼，但是咱若无放弃，你无放弃，上帝一定带你，所以。约书亚嘛是共款啊，因为你战争时毋是一日就赢咧，一直，结果因战赢了，结果一寡上帝甲交代的代志，伊嘛无要去做，结果佫反噬回来，就进入士师记啊。所以求主帮助咱每一年，咱拢会当好好啊抓牢上帝互咱的应允啊，咱愿意顺服上帝的引带，咱勇敢来行。我相信咱一定会当佫即句话讲，主啊，你今年当中我靠着你，我会当
得到你我生命的祝福的丰盛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因为上帝讲的是袂去失觉察，袂去失觉察。所以尾啊，伫遮得胜的秘诀，第一项，咱一定要坚持上帝的应允。会记得无？上帝应允伫倒？写伫倒？写伫圣经。你也无要读圣经的人，你毋知上帝甲你讲啥。第二项，咱有圣经，咱有圣神，咱嘛爱顺服，互伊来引传咱对上帝唯一的敏感。无咱毋知影，咱就照家己的意思做，会偏错，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但是牧师嘛要讲，咱有当时偏错去，咱会失败，不要紧，上帝甲咱保护，互咱会当搁反省转来做检讨就好啊。毋好讲，哎哟，我做到歹势，不要紧，失败接受咱的失败。接受咱讲这项代志，咱可能无法清楚，无法了解。主啊，感谢你的恩典，互我搁再一解，来调整，会当搁较认捌你。第三项，咱莫鼓励咱家己，无论你年岁偌大，上帝若要开发咱生命的境界，咱来勇敢讲主啊，我顺服，求你互我信心，我勇敢行起来，勇敢行起来。我相信你新的一年2025年，咱才有法度。即句话讲，主啊，靠着你，我会当得胜有余。我会当领着你，我生命丰盛你的内底，真确定的即个物件，我得到咯。我每一年、每一天，我会当了解主安怎赐予我，互我真做有福气的人。不但我得到福气，我相信你的子孙也看到你安尼，你的子孙原来会所羡慕啦。哇，阮爸爸阮阿公，哇，伊常常咧经验上帝，这来足水的。伊自然也要去跟对上帝。那毋是安尼，囡仔世界的即个魅力太济，一声就甲你掠去啦！迄敢若诈骗集团足紧的，迄即个咱讲的即个撒旦就是诈骗魔鬼嘛，对吧？拢讲欺骗的话嘛，伊其实对咱即摆你看就是诈骗的头目嘛，专门咧共骗的嘛。其实世间人真紧拢叫骗去，咱嘛有可能。所以求主互咱回忆，互咱讲主啊，我愿意顺服，主啊，你互我勇敢，我会当照你的路一步一步行。虽然我有当时用家己的智慧，有家己毋对，不要紧。主我知你听我，所以我会当去来反省，我会来调整。所以咱会当去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互咱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姊妹。你讲安尼好唔好？好唔好？好唔好？感谢主，咱下头来祈祷。现在最后说，阮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叫阮的生命，要阮生命你这个生命当中有丰盛。阮向你敬拜，向你感恩。做一即个路途当中，有真济我无一定完全了解。主啊，我愿意顺路，互你来引带我行头前的道路。主，我也知影，我定定会叫世上也好，叫真济代志迄件的时阵，主啊，求你赐我对你来勇气。讲主啊，除了你，我要甲你牵条条。主，我要对你行，互我会当去看到我生命的当中，你的计划哈尼水的旨意来完成。主，我相信2020年，嘛是主你搁再一届要引带阮来经历你丰富的即个的道路。愿主你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当中，一步一脚步，一步阮一步会当看到上帝引带，互人看到阮也好，也是阮家己也好，知影阮是寡有福气的人。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平安喜乐充满伫阮的当中。阮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